大海上，渔夫正忙着撒网捕捞，海面风平浪静。突然，巨浪翻滚而来，将他卷入冰冷的海水中。他惊恐地挣扎，海水不断拍打着他的身体，仿佛吞噬一切希望。就在危机时刻，一群海豚从水下跃出，轻盈而有力地托起他的身体，将他带到水面。海浪依然汹涌，但海豚稳稳地护送着他，一次次顶住翻滚的浪花。岸边的村民见状，迅速伸出援手，将渔夫安全拉上岸。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，渔夫望着远去的海豚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心中充满感激与敬畏。海风吹拂，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，也体会到跨越物种的善意与守护力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善意无界，守护无疆。正是这些温暖的力量，让生命得以延续，心灵因此而温暖。